评弹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每逢最么西山逢名家名篇来欣赏，书面朋友大家好。自从去年我们栏目开辟了名家名篇、名人名段赏析之后呢，获得了广大观众朋友的喜爱和支持，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认识评弹艺术家的精湛说唱艺术。对，那么今朝呢，以这个一期想为大家介绍的是浙江省出年度著名但是又有质量性特质最坚硬。那么，遇到两位演员，当年最红平台家的让江浙沪平台观众当中是很有分量的平台相当。那我们电书厂的开播15年来，也陆陆续续录制了朱良兴、周建英两位老师的部分节目，积累到今天也比较可观了。所以本期的名家名篇节目，我们来隆重推出他俩的节目，也让我们一起来尽情欣赏他们精湛的评弹艺术。对，那么平台的老师你们呢才晓得。质量性最近一到两高头，侪有一符合上子，而且一符合高上，就是讲一到两高头台，哪怕是唱，侪是呱呱叫的。有许多的观众朋友为一到两高头的台唱艺术所上意。那么特别是质量性的合唱的这样的呢是相当于原理，当然呢还是经过了这样岳瑞老师所看哈，说明呢水里为学生子，这个呢所以说明质量性的合唱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功已经得到一定的实证，也不是呢这样老师啊会个轻易水头。好，接下来呢让你先来欣赏与质量性最近分别用男生这样的特质女生这样的代唱的这样的代表作《德音药方》。有啥心事呢？尽管讲出来呀！有这事体不打当讲，其他啥人讲啊？像鱼儿看地上里水。共产党当时劳动人民的大决心呀，你也听到啊，跟答应也跟着军，不得问，一步一步渐渐跟，寸步不离，拥有天上大的神。绝不
水，一为儿看不难言，语不肯言，更不能回答儿是东西分。女的呀，你也拥有听大的我跟大嘴，分能给大大最亮的路啊！你不要怕，不要紧，去做绿莫担心，像那大海如不怕风不平，不怕浪不停，身家为一当把头上的文不家能乘风破浪抢敌人，你帮他背是真的，你也够足勇气，平日也被镇住敌人，也与那生来的体力呀比蛙人蛙子是对分。女人，你工作上了，你别忘记你是当个基本军中啊。孙女人，听我后司机个牌给我，对也对不起。李老师，实际上我是当个基本军中，我自个阿娘，我不配呀。我不得曾经以威胁俚语，三天经大众也得恨之，我哪对得起乡亲？是听得给他的我悔恨交加，对于一人一得。我今朝哈比梦初醒，身听呀，谁是太明白，谁是知心人我神来，从今不再养你问我神来，从今人不再做后头神，看我们今朝再不把身啊领头，我对不起后手饭，对不起众乡亲，对不起口口无心后人员，对不起马子的后公才当的大恩人。我家是守得终身转下海，难道我生于在天上和良心，不能绝不能够再不能害了事既再去害他神。
下来白不挂，只挂我有人。挂啥？是娘。我是去。挂啥的干娘？挂我。挂啥？挂我。啊？是娘。七杀家人兵。刚才我们和大家一起欣赏了由朱良心和周建英弹唱的讲调代表作《夺印夜访》，真是韵味醇厚让人折服。我知道朱良心和周建英他们都是浙江省曲艺团的演员，当年他们该团有许多大红大紫的老艺术家像王伯英、许天祥还有邢瑞婷等那也出了一些流派唱腔，如徐天祥创造的祥调。我来讲这一点也不错啊。徐天祥的祥调呢，得自朱良心这个一代平台以后呢，也得到了继承，得自发出后。那么里头同样是唱祥调，还是讲究的是个人的运用，特是乐器伴奏的技巧，使人听来更加合意，更加富有音乐性，更是声情并茂。好，接下来呢，以先来欣赏朱良心来让上片台是《西塔园》当中的一段散曲，国曲家恨真能放。这段散曲呢，朱良心唱来是感情丰富，听众听来还是欲罢不能。好，我们请欣赏。姑娘，倾听是动。两意相去，都不听你。把人背后绿泥帮绝路人居是名章养不正吧人把人真听话通几人稍稍配堂王有名有背了比去人不恨谁比跟谁养个啊人生很舒畅他们那为不就去很迷人让日背后像冲场上不动上去说个是皮上
要是心，要是样，剧中我不去样样，真是一方之身。为他儿郎中央立个红灯榜，真的哈，嗯，降调我倒是欣赏的机会并不多。那今天听来感觉真的非常的有劲哈。对，看来这评弹流派唱腔真的非常的丰富，不管是讲调也好，立调也好，其实艺人们呢，都有各自艺术精华、艺术的特点体现在里面哈。对，所以让人们欣赏起来就感觉特别的美。一点不错。嗯，朱良兴呢是一位很成功的电视演员。让你成功的配乐演员，一位得力的和水，还是一位现代人，那个就是你个来搭档最近英老师。最近英老师的台唱，哪怕是识别起角色，侪是很有功力的。虽然你刚刚欣赏到个朱良兴所唱的《强调》，如果说是最近英琵琶的古嘴，恐怕会损失很多。最近英的音色很美，琵琶易弱，有个辰光呢，根据个人的需要，你很有力度，许多书迷才把你的唱腔所征服。好，我们呢，一来欣赏由周金英用情调来代唱的电视开篇《卡红》。亲戚吃，后子黑，是那风人
么同文大知县上君位
朱良心、周静怡两位老师和我们苏州电书场的观众朋友有着深厚的感情。那因为呢，他们也是我们苏州人，对，如今呢，他们退休以后呢，基本也常常定居在我们苏州，所以有些观众呢，有机会就能和两位老师接触了。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两位老师一如既往对我们苏州电视书场的大力支持。记得早在15年前，当我们电视书场开播100期举行的大型晚会当中，我们就邀请他们两位老师前来祝贺演出。我记得当年他们演出的节目是西太后选回龙凤相会。对个，当年呢，我跟里头正好是同台演出，里头两位，一个扮演的是他给，他是皇帝，那么一个呢，受气的是年轻的西太后，可以讲是栩栩如生，留不住观众朋友非常深刻的印象，还一直留给我10多年来的深刻印象。那么今次呢，让你再次的回味里头两高头当年的演出实况。我们也来请欣赏由朱良心最近代唱的西太后戏段《龙凤相会》。义父皇帝7次点缀，对里向文绉绉，两语在意。受了这个龙车浪向老鱼望过去一口一说的地浪向地是身体上位之香，义父皇帝龙车特个当时听了30点歌思想了至少是好不对地步谁要出门，但这个让你撑上来今天压力像地风吃过来，你想想谁要靠5、6点钟点香飞到现在压力像20点钟几个钟头点下来，真是为叫医无了啊！不了风湿之以后，这点拍过去，等到风不了，这点回过来，那老鱼忙过去个3口像云海相发。皇帝坐了这车子里向对里向文绉绉，一大路咯啷咯啷咯啷，车子过来，欧得海的四海琳琅桥，口打得开了，一无一屏蔽，在这个半空当中，啪啪啪，来儿受了那顶子里向，今朝第一次的家。但是你并不是来归人的面目出现，而是被一个月里上我何办？其实是月里上我身上的打扮当然是个无比美女上的说，非这些丑八个，所以头浪向是一个唐然的妇女节，上身是清然的披风，下身是明然的染皮八改上云。我3个站台的美女在比全部集中了一个人身上门，这张面孔刚而坚毅。现在听见神笔三响，两家头要喊个李落安，皇帝来着喂，搿在唱戏不离口子，所以那镜子里来起来，搿把水慢慢在身上来，身在半空当中，大水一样。谁离开那来儿中10几步路，那一口豆腐杯里有个3套给盘下来，水里向风沙皮波，2只眼睛盯来搿只水下了口。那来儿搿张水3姑娘现在家乡有头里像个总指挥，一来嘛，你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可是却配合得很了。那皮波带出来，来儿马上飞上去唱，轻奏一曲，不杀气不。欧得海一口搿种高兴律师的，那个到来归人个搭档了，搿搭得起我劲，比你时代浪向拼双打拼得还要紧了啦。还是听皇帝口的。恭喜万人爷，恭喜万人爷呢！是由我来呀。万人爷呢？今天嫦娥仙子一家来了。哦，月里让我来吧。在哪里呀？在哪里呀？我说万人爷，您看那嫦娥仙子不是在莺歌演舞呢？伊里在这个手指方向对门里一口门，哎呦，可惜了。半空当中，太阳放下来一只瓶子，这个云海贴过去围过来，忽隐忽现。瓶子当中一位高地美女月里上我，那翩翩起舞，皇帝这个当眼目清亮呀！哟，身上个衣裳，哎呀还快你是第一遍几十里，搿种打扮宫里向不过哎呦，搿只双个头呀，
搿只说不来啊！皇帝啊，你弄我听上了嘿，3个3代并了一代，你哪不得中的？搿个胡子还口在，你看呀，天得东出不得西，第一出3位，刷个名堂弄个听上，3人牡丹，3五3五，是看不懂，今朝头头家开眼高了，你知吧？一眼不杀盯来了看。那么来儿呢哈，这些辰光的姑娘浑身家事拿出来，不是形容啊，从头顶顶开始，一直到脚底的位置，再过在最后这个尾巴这个，这我个跳到东抽到西，风吹过来，身上一披风，砰开来，第二个口是对着门的，啪一抽，哇啦，回过身来，再贴过来2只脚。上头一飞，一个刀劈子经过，就花头退来，抽东贴西啊！说来了我的天个，为个从前吃过的一趟样样在位，现在说起来基本公开。再讲丁子公的第一讲，日里牙牙唱啥个心血了嘿，那么真叫功夫不无于新人。我中国所有的舞台，全部在掌握。名额不是拿出来的，啥个新疆、西藏、蒙古在外的，这听说巴来巴会的天。现在我这个种蹦出这个建议，啥个生吧、人吧，或者天国去的吧，还为个一个第4口，还为女两起来是阿姨的。各种单位不收手嘞，这位姑娘唯一个提议，就是今朝皇帝困不着的，是米拿白发你，其他娘娘谁不发？那这一笔来。除了皇帝旁边，轻轻讲，身上的啪啪，头上的搭里搂搂，耳朵旁边嘛喊他2声，宝贝，我的宝贝，哇吼！那是一个我的昏头娃来着，你也不要用不着，各位姑娘血里就喊的嘞，手指里身上下的实际才用出来，现在的皇帝平常一讲。可以的，可贵的，不拿出来没意思的呀！也给是心意美美，从来风口气有么子，他封在你门里，那么皇帝会在这冲动啊！各位姑娘，公心气的人，挂嘛难挂。金子公这干2年做你娘，皇帝封了还个高阶的贵人娘娘，其实皇帝从来跟这些美，实在地位低微，亲爱里。皇宫的高阶是多啊，皇帝高阶分7个等级，礼、行等、贵人，上的为4等，王爷、王贵妃、妃、嫔，那么呢，在贵人是5等的一个高阶呀，那个行等的嘞。像现在菜品那个说起来，正品、副品、次品、等2品，不到属于吃礼品的嘞。那么来想想，哪记得到哪一年？这个了，他欧得个2高头，是一个高档7、8个米文人，也来米丽君王，17岁都在用出来。那么以后皇帝呢，高人爱他了。哎呦，像个3人代替2呀啊！这种舞台还可以啊。你看人领域公与众不同，跟我皇宫里向女人说得懂，我也天不个娘娘还结婚，但是不各种骨子愚昧。那么再说个一国之君。这样口中的姑娘，不容得水之力，谁有办法？第6个月里让我给搞的，办不上不机会。今朝叫天赐良机，还在快点上去，打理对问啊！小儿子，奴才在，财务神父上身。家，我得给带领妈妈，那么你还上上山。马上飞在6部衣裳，弄错，你都通通全部带明月来去可以驾。挨到的与欧德海才子皇帝王正之山浪向上去，一大路上去嘛，一大路为了敷衍了。我说万岁爷，您看仔细走好了。万岁爷呢？奴才今天说的可多是真话呢。凭良心说，平常他也是绝经的。一三句话不，才是真爱我。说得有理。我说万岁爷呢？您也是上家天子下凡呐。
等会见了月里嫦娥，奴才就命月里嫦娥当着您万岁爷的面，给您跳起来呀，唱起来呀，跳起来呀，唱，奴才，这上午乃是上级三次下来七口马尾，刚要到这点。奴才该是，我该是。谁我这个还是提出个？这。你这个还讲上午也关后了，西人个脾气又臭得了，光起过来当当贴的不当个，我忘记把这西人贴个是哪去的些？忘记把这西人贴你我们老得了。万岁爷，您看这些走好了。来了，两个的急急匆匆上得大定领子，王妃两张眼睛说啥？可月里然了，这可比吧？一忙便是上午，银子换不了。哎呀，伤心了，小孩子，上午呢？上午是你。上午已经睡出来了，必然火灯呢。我说万岁爷呢？咱们两个刚才明明看见嫦娥仙子呢，怎么一下子就没了？我明白了，都是你言语之中得罪于他，甚至不在我面前唱啊跳啊，他为月宫去了啊！我说万岁爷，那奴才该死啊，奴才该死。但是您放心，奴才把月里嫦娥气跑了，奴才还得有本领把月里嫦娥给请回来。快点去听。这个是那个周公说的很，但是我自己不能动，巨大地上。得真是个天王像个亮，那老师说是嫦娥鞭子在上，奴才安德海在下。刚才奴才有言不是泰山得罪了您嫦娥仙子呢？我说嫦娥仙子，现在咱们万岁爷已经来了，请你嫦娥仙子再下来一次吧。好，观众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只能请大家欣赏两位老师的这部分节目了。观众朋友们，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从去年到目前正在拍摄的这两位老师的精品专辑节目，那估计呢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将会安排在月末评弹精品节目当中来献给大家，欢迎大家到时候收看。好，观众朋友，名家名片、名人名段的今朝呢，一搭大家侪是各一段落。从下个号头开始呢，每逢追末，你这样推出新的追末板块。那么其中呢，与我得知王世良两高头合作的商量黄金档。那么这个一个是虚拟的板块，那么就这样为大家带来轻松特子欢喜，还会带来精彩纷呈的节目。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从5月起，每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我们将为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黄磊访谈》。他是黄磊。对，到时候你要来做客的。对。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将能够见到很多评弹界许许多多的名人名家聆听他们的故事来感悟我们的人生。到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捧场，多多收看。那么后头个大家提出希望还是建议，没错，谢谢大家，谢谢。好，观众朋友，这期节目就到这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下周一的同样时间，让我们再见。好，观众朋友，再会。